后来镜头锁定在台湾，而这个面册有超过35万买种的网红领导囡仔，因为生7个囡仔，所以拢叫伊是这个七宝妈。过去，伊捌大不倒去爬山，搁捌按囡仔去厝势，引发着争议。最近搁互指控到花莲参加部落的活动，原住民的导览员抬一只姜仔，伊是带囡仔青食这个姜仔的肝，搁引发争议咯。花莲县政府讲会来调查，若是违法来抬姜仔，这是违反着野生动物的保育法，会当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吗？网红夫妻领导囡仔老母青食山姜仔肝，酷啊！生鱼片。目睭店家大蕊讲口感袂输熟什物，那家己食个后边的后生嘛对你食看卖。这段影片被人普及里面册社群，引发着网友的讨论。有人表示讲，互囡仔看到山姜仔被开肠破肚，搁青食山姜仔的肝，感觉真残忍。嘛有人讲这是误会教育。针对这件代志，搁有人讲安尼行为是为着啥人来看影片，真袂当接受。根据了解，这对网红夫妻参加是花莲基基部落的探索，行程中并无拍蜡这个项目，技术已经违法。针对这件事件，来到因地高雄的动物病院，翁仔某是无出面，敢若派员工出来记者回应。只是安排活动的旅行社表示，当时是后悔的宣传，并无向领导囡仔翁仔某来收费，而且当天嘛无拍蜡行程。是上山的猎人，在就是整个活动结束之后，大家休息的时间，另外去做狩猎的。花莲县府主管单位针对这件代志是回应讲，无收到相关拍蜡的申请。只要在山林野外的话，你基本上你不能够任意有猎捕或这个猎杀，甚至是营业，这个都不容许的。除非是说有一些基于我们这个原住民族他必须要做这个祭仪上的需要，提出申请，经过核可。目前，山姜仔是属于2级保育类的动物，民众若是甲提示违反贩卖山姜仔料理，是违反着野生动物保育法，会当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搁罚上悬100万以下罚金。花莲县府农业处嘛会展开调查，当天的活动是毋是有违法？只是网红夫妻领导囡仔过去就捌爆发过，这个老母有心家去爬山，按囡仔去厝势等等的争议，而且翁仔某搁伫高雄开设动物病院，搁多处宣导以认养来代替开钱买。即便说是带囡仔亲目睭看到山姜仔被抬死，搁青食内脏，民众认为观感难免无好。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